各位，歡迎收睇11點最前線，我係麥劍欣。佔領運動膠着，雖然法庭延長臨時禁制令，但喺旺角同金鐘中信嘅佔領人士繼續留守。執達利同警方同埋獲頒禁制令嘅人士開會研究執行法令嘅安排，預計最快星期四採取移除障礙物嘅行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話，警方協助執行禁制令，但係並非清場。胡天行報導。袁國強話：律政司會向警方提供法律意見，點樣協助執達利執行法庭嘅禁制令。我強調呢個我哋係協助緊原告人去清理嗰啲障礙物，並唔係坊間所講嘅清場。若果係有佔領嘅人士響離開咗之後，再翻到去相關嘅範圍之內呢，原告人仍然可以呢再次係執行呢一個禁制令嘅。佢又話：執行禁制令嘅時間唔會受上訴影響。一日呢一個法庭嘅命令仍然係有效。就算係上訴嘅話呢，上訴本身呢，喺法律上邊嚟講呢，唔構成一個暫緩去執行呢一個禁制令。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呼籲佔領人士尊重法庭嘅判決。禁制令係由法院發出嘅一個嚴肅嘅命令，任何人都必須要絕對去尊重同埋遵從呢個禁制令嘅。咁我喺呢度呼籲喺有關嘅佔領區嘅示威人士，同埋其他即使係未受制於今次禁制令嘅佔領地區嘅示威人士呢，都盡快自願和平咁去離開呢啲佔領區，等到堵塞嘅道路呢係可以重開返。佢強調法治係社會大眾認同嘅核心價值，特區政府會致力捍衛。有線電視記者胡天行報導。兩個佔領地區未見有撤離跡象。喺旺角有示威者話，如果清場會轉往油麻地、尖沙咀。而本身係律師嘅兩位泛民議員梁家傑同埋何俊仁對應唔應該遵守法庭禁制令有唔同嘅睇法。劉錦輝報導。臨時禁制令延長之後，彌敦道佔領依舊，清除障礙物在即，留守嘅人點應對呢？我哋真係要棄晒啲物資㗎啦，去轉移陣地嘅時候，人更加唔可以少，一路落尖沙咀嘅方向或者油麻地嘅方向。如果佢係清場嘅話，我覺得我會留喺度，即係話俾佢聽，我係會負翻呢個責任嘅。學聯話會派糾察到現場提醒佔領者，如果阻撓執達利嘅話，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學聯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團體咧，即係譬如話學民思潮咧，都係話會決定係會即係一定唔會離開。即係呢一個嘅佔領區。咁至於話其他嘅佔領朋友呢，佢係願意即係認同呢一個係一個公民抗命。咁當然係會呼籲佢哋一齊係即係主動接受警方拘捕啦。係咪遵守法庭禁制令？本身係律師嘅兩位泛民議員都有唔同意見。既然係有一個法律嘅判決係應該遵守嚇，不過政府立法、市民守法並非係法治嘅全部。用呢個和平非暴力嘅方法嚟違法呢，其實唔係代表佢哋唔尊重整個法制。有法律界嘅人士呢，佢哋教唆市民唔需要理會有關禁制令嘅裁決。咁呢啲係知法犯法，亦都係一個極不負責任嘅行為。有線電視記者劉錦輝報導。咁至於政府同學聯係咪有機會再對話啦？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確表示，上次對話之後，學生嘅立場變得更加強硬，暫時唔存在對話空間。佢又認為學生並冇必要同中央對話。黃曉瑩報導。3星期之前，政府同學聯對話，到而家佔領仍然持續，仲有冇得再傾呢？特區政府已經展示咗好大嘅誠意，亦都承諾咗會做一啲跟進嘅工作。咁但似乎學聯嘅代表不但止冇展示翻即係相同嘅誠意，反而個立場係變得更加強硬，再次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係要撤回喺8月31日作出咗嗰個嘅決定啦，亦都要重提即係要有公民提名呢一類嘅不符合基本法嘅安排。咁所以我覺得暫時我哋嘅對話空間並不存在。至於學聯計劃直接向國家領導人陳情，林鄭月娥亦都認為冇必要。中央
對於學生就住政改嘅訴求咧係非常之清晰嘅嚇。咁所以即係如果學生要求上京咧，只係重複翻佢哋一貫嘅立場咧，似乎就並冇呢個嘅必要。佢表示，政府仍然有決心喺今個月底或者12月初展開第二階段政改諮詢，歡迎學聯向政改三人組提出同諮詢有關嘅意見。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學聯話佢哋嘅立場如一並冇變得強硬，反之係政府冇誠意。佢哋唔打算同特區政府官員對話，計劃直接見中央官員。所以我唔明白點解林鄭今日嘅講法係話我哋突然間又變得強硬，其實我哋一直嘅立場都係同一個立場。政府都係冇心去解決問題嘅話，我唔見到同呢個政府去傾偈即係對話係仲有係有一個成效喺入邊咯。你今次去見呢個北京嘅官員呢，並不是呢係淨係重新立場，而係反映一個香港真正嘅民情咯。轉睇下港鐵西港島線落實